新北市大巨蛋經過2階段評選的組織，在今仔日正式決定要起佇樹林期5這個所在。市長侯友宜伊是指出講，在基地呢附近交通的網絡會當佇真短的時間內就來疏開5萬人，所以會透過區段定收降低這開發的無確定性，希望在5棟內會當動工。從環境、交通、永續3個面向，26個指標來做了一個擇定，我們就擇定了士林G5作為我們新北大巨蛋的落腳處。那未來很快，也許說興建開始是5年，當然我們如果更快的話，也許4年我們就可以開始興建。侯友宜是表示講，大巨蛋選擇這個所在呢，其實以交通疏開的能力是真重要的關鍵。市政府會用 BOT 的方式來招商，引入民間來參與這個工程甲營運。未來在這場館開工了後呢，整體這目標是預定未來8棟至10棟內會當完工。